好了，以後小朋友嘅困覺後啊，轉到福起來咧，呢節目當中咯，今比係拜日好空間來報道嘅單元，咁下來關心到呢個感情嘅問題嗬，呢個感情當中係呢下檢討人當人哦嘅一個想講要做嘅事情啦嗬，有當然咧當吵哦吵夾夾，佢咪要講我係長太橋咧我嘅減配嗬，啊有當然咧嗬，可能自家嘅呢個體重太高重咧，唔過呢佢愛減皮啊，做當中當奇怪又唔知買原因都減唔落來，基本上呢，咱來請到營養師依連來老大家來講到應用嘅減皮嗬，這樣做嘅輕鬆有空間咯，也行下用頭先咱來提到嘅，也當到嘅應用減皮嘅時節啦，有當到朋友就會講捱夜做得食啦，嗬，嘅做唔得食啦，嗬，唔過呢當奇怪呢，嗬，就按多東西就做唔得食咧，用鹹嘅強用唔會太巧咧。就對呢些時間哈，冇去想講哈，你做你到食物的時間，可能就不用油哈。另外你有講緊麵包、鳳梨酥、麵包哈，底部都是會不用到油哈。因為現在時間會想到你係澱粉哈，澱粉類哈，不過底部都很難就到油哈。還有你看到特別係接送式咧，你都腦部食飯的時間哈，像個排骨哈，就到講。用泡的，呢啲當果呢？你第講泡的跟呢種清果，咁唔過就到種滷的，種紅燒模式種，用講做麻嘅也係，好用撈嘅也得。用係，唔過佢在都係撈嘅前置作業會先過油。會先佢下可先泡過，將不用落去撈，哇！一都強用係泡嘅啊。係，你唔過你看到係撈嘅，是會講你按人可能呢量會較大。好數啲時間你咪要注意呢，嗬，唔好話都講係撈嘅，啊，看見係用係撈嘅。係，所以你講用會都腦部學較香較好學，你都會較即個做。感覺是冇按好學哈，是有的會用過油先泡過一擺，讓佢撈按然哈。所以你就得冇看到佢嘅一個製作過程，你識到清好學哈。係，你是想講，因為我都無卡做唔出來哈，咁可能佢底部都是就你看唔到嘅那種嘅油分都喺底部度。哦，係用係古數呢，係講愛減皮嘅減重嘅朋友啊，可能佢都。一個食東西嘅時間，我要動到部分全部我來去注意哦，唔好單槍講，應該都當然都可能減少佢嘅量都好咧，減少量無天操就係減少熱量。係，腦部是個菜哈，個炒嘅菜是比你都無卡自家做炒嘅菜油加當多，油加當多，係，所以你冇去注意呢條嘅東西嘅時間，你是會把啲多餘嘅油分吸落去，多嘅油分吸落去。好，古數都係你講到也嘅可能都係你講嘅啦，嗬，一個唔知一條東西嘅熱量按高，古數咧就冇生意食落去，食落去你用嘅酸啊，有熱量其實咩唔錯啊，嗬，也做一個減皮嘅時間嗬，你一時間要透過營養師，也講透過你一般講其他嘅切格來看食譜蛋糕嘅熱量就做會得啦。第好，你要先去看你食嘅東西嘅分類啦，哈。你是講就你就6類嘅食物哈，6大類食物哈，盡量均衡嘅時間哈，要條食物全部要食到哈，含你要讓佢算你熱量係用人去算哈，你要用路有當多嘅資訊做得去查哈。像你嘅衛福部有嘅名錄哈，你上去其實會跟人講，就到像一般飯嘅熱量係幾多，係，你是做得去看去查哈，還就等於會用cái便利商店嘅東西來減。種嘅便利商店嘅一個按到嘅東西，佢熱量就按大咩？唔係講熱量按大，佢有標示，係佢有寫好都解，你是較好算哈。唔過你唔曉去先講有均衡營養嘅冇均衡營養概念嘅時間，你是冇辦法去先到講較健康嘅一個食法哈。當青島是講食一個便當哈，食一個飯條嘅哈。個地位都像你便利商店是就菜就肉有飯，個菜是唔啦，菜就較少，菜是較少哈，所以你算熱量按人算
是讲嘛係講符合你的一個身體需要的時節，不過你係個菜青菜你水果某些的時節，那營養不均衡，營養不均衡，你的代謝是會較是較唔好。古時也講到一個胎車唔好，嗬，除咗人講係一個濕，嗬來造成嘅，因為你平常都冇運動啦。韓國食東西嘅時節可能啊，你就像頭先講到嘅，嗬，一道方式唔錯，就營養唔均衡，韓國纖維質唔拉嘅時節，一道做清會營養到。唔過啊，有啲朋友佢本身嘅胎車就唔好，見講到嘅乜嘅胎車症候群。係，好講到一胎車症候群啊，因為啲講啊，自己本身係咩一個胎車症候群嘅朋友。胎車症候群嘅佢係三高的一個狀況啦，是你講的血糖高，還有你的血油高，還有你血壓高，哈，血壓高、血油高、血糖高，有三高的問題，哈，這是我代謝症候群，哈，所以你都不卡做得去量講，你的腰圍幾多，哈，因為代謝症候群就一個重點是講，佢的肚臍係較肥，哈，肚臍特別都會有痛到的時節，哈，像細來嘅個婦頭嘅個腰圍，哈，比較大於係超過90公分，差唔多係35.5寸，係，啊，所以你去買個婦頭超過35.5的時節，哈，是超過了90公分，哈，90公分，哈，是你是講了，也係肚臍太高，哈，肚臍太高，哈，個細妹是超過80公分，還是39.5，去搞不下隨時準備啊，個菜，冇說你去買婦的時節，哈，個婦個腰圍個婦頭雙看啊，哈。含了腹部肥胖讓向青苔哈，腹部肥胖會讓我你的個血糖哈變得比較不穩定，會讓你的胰島素影響你的胰島素代謝哈，所以就會可能會有高血糖的問題哈。含胰島素痛多的時節哈，佢會讓我們的那個血壓哈會較高哈，然後會讓你的個脂肪哈游離出來哈，所以你個血脂肪嘛會較高哈，所以你去健康檢查哈，嘅時節係血壓、你的膽固醇哈，特別是你係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是講，你可以利用的膽固醇，已經利用完的膽固醇較大係。按言表示哈，你的膽固醇的利用較唔好，好，所以細來利用過的膽固醇唔拉吸收的時節哈。嘛係種問題，啊，什麼是個標準較高？古時呢，吼，因都做得吼，去老按用嘅一種一個表吼，七加六嘅吼，來看下吼，係咩嘢嘅標準吼，有超過也係冇超過吼。你去抽血吼，嘛做得請先生老你看吼，人血糖就較高嘛，人個血就較高嘛吼，全部就較高嘅時間，你是係代謝症候群嘅一個問題。有啲部分人來注意到啊，吼，看啊，這個係咪胎車症候群嘅問題？做得都無卡是做得去量看下嚟，量腰圍啦。或者講胎車症候群嘅判斷嘅標準吼，人都愛來啲咁樣嘅判斷。學講到廿位可能有當到嘅朋友啊，吼，啊見到講嚟食東西，吼，啊可能會吃到講，一下嘅吼，啊就食飽咧。有啲人呢，係食當到呢，還係食唔飽，一都有牽連到嘅就係熱量。有拉呀冇拉，有啲人食一堆嘅東西就飽，有啲人食按多還是唔會飽，食唔會飽還是會影響食東西啊？食唔會飽是會影響食東西哈，但老人呢有啲壓力嘛有關係啦哈，還就講你食鮮嘅東西哈，是講你睇下有講營養均衡不均衡嘅問題哈，尤其係你嘅營養不均衡，你可能係就對維生素、礦物質哈、水果、青菜是冇啦嘅時間哈，你嘅代謝冇按好哈。特別係血糖代謝冇好嘅時節，是千萬想去食東西，哈，當會搖，係，是會想去食東西，哈，還有啲人食東西清鹹，哈，是食一下是食特嘅時節，哈，食冇啦，
就照顾去食哈。你食痛嘅时节哈，就照顾去食时节，是要适当多，因为一天会配哈。所以就你食东西嘅时节会抽下久对位。抽下久就當然就會講嚟愛抽30下30下就做嘅啦，30下。唔過當奇怪嘅嗬，所以做東西落去嗌抽都嗌用嘅認真抽，係種20下嗌就吞下去咧。差不多10幾下、20下是吞下去。嗰種按慢慢地訓練起㗎，愛抽下久對位嗬。我是去較細後對位哈，有人講你幾多細，你是抽幾多下哈？幾多擺嘿哈，所以按抽40抽40下哈。按用嘅一個方式，就可能消化比較好，開車就會較就你有抽嘅時節哈，你嘅飽足感是會較柔哈，就等於冇抽按時按吞落去哦，個飽足感就不容易就飽足感。哦，除咗飽足感以外，從而按飲抽嘅時節，按嘅在裡邊度話會分泌嘅人講嘅。做得消化嘅一個酵素，嘿，係你抽嘅時節哈，你神經傳到大腦嘛會讓你嘅胃腸哈去分泌愛消化嘅酵素哈，所以讓人嘅消化嘛會較好，所以會較慢啲嘅。好，故所呢嗬，也提議到就係要一個食較慢啲嘅，慢慢嘅食，愛來抽較多擺啲嘅安樣啊嗬。一個應種做得在啲擺度將一個後欄將都做得分泌一個酵素嗬來消化一條嗬，也就係應講愛減皮來講，愛減重來講，本次間要即係飽嘅感覺，也係一定重要嘅。即係嗰個人講啊嗬，好消化愛食食，唔過你去食盤粥啊，也嘛嘅，就係第一出嘅菜可能就係冷盤一條東西。冷盤呢條東西，開胃菜啦，哈，有得你西餐嘛，有那種開胃菜啊，是講唔係輕度哈，是點嘅，然後點嘛係刺激你嘅一個消化液嘅分泌啦，哈，然後就都是講像西餐嘅時節，佢會成本於湯，哈，就得湯嘛做得哈，特別係濃湯。濃湯，唔係你講你種香菜去煮嘅清湯吼，就清湯水燙到嘅時節，反而吼你是燙到嘅水嘅時節，反而你嘅消化液會被稀釋，會重提氣是較唔好消化吼，所以一道細碗嘅濃湯吼，一點點嘅。開胃菜哈，你係你食東西做得省事到位。哦，故所一個一細碗嘅一個湯哈，韓國一啲嚟從應講到一個開胃菜哦，也所以來就係做得省事到位。啊，唔過呢就做唔到食量多，食量多呢就對人嘅胃腸嘅一個消化嘅。媽做得講，你嘅水果莫是你嘅生菜沙拉做得省事哈，青菜做得省事。一到所以來其實就係較好消化。較好消化，還有講你就會纖維較多哈，個纖維較多嘅時節，你食落去，你嘅胃嘅空間分佢佔據一個部分嘅時間，等下再個去食飯食肉哈，唔是食按多是較會飽。按樣型嗬，故作呢，所以來食呢啲嘅東西較會飽。韓國呢，食東西嘅一個順序啦，嗬，係咪要略來調整下，對你嘅一個你講愛減重啦，亦係講身體空間咯，會係有幫助咯。人家下聽真個繼續來啦，有啲咩要來講到成都有邊度聊下。